有冇發覺學泰文嘅時候要組織句子都會有以下嘅困難呢？明明用咗好多時間去學，但係到造句嘅時候咧就食晒螺絲，唔知點樣表達先至好喎。你有冇諗過，其實唔係因為你唔夠聰明，又或者唔夠努力喎，只不過你係用咗一個唔係咁有效嘅方法呢？如果只係想簡單溝通嘅話，其實係唔需要死記太多生字同埋語法嘅。你只要揀一啲可以即時運用到嘅短句嚟到練習，咁就可以達到目的噶啦。你可能會問，唔係喎，我都未搞掂啲基本嘢，點可以一跳就學句子呢？基本嘢當然係重要啦，但係你係想快速咁樣用簡單泰文溝通嘅話，咁我就建議你可以將啲基本嘢咧暫時放埋一邊啦，否則你個腦好容易就會 burn out。因為有太多嘅朋友因為搞唔掂泰文嘅語法而放棄嘅，又或者俾44個輔音、28個長短元音同埋一啲特殊嘅拼音咧，搞到頭都暈埋，同埋又未必清楚邊一種主題先至係啱自己去學習。我個人經驗係先背熟一啲可以立即運用到嘅短句，可以簡單溝通到，有咗成功感，先至有心機學落去。而重要嘅係喺起步嘅時候呢，係唔需要花太多嘅時間。第一步呢，每日只係需要花15分鐘嘅時間去背3至5句實用嘅短句，每日只得2次，而每次呢，只係用15分鐘嘅時間，而唔需要太長嘅。直至背熟後，先至去揀新嘅句子去練習。舉個例子，我唔舒服，想去睇醫生，可以重複呢幾句。我感到喉嚨痛，ผมรู้สึกเจ็บคอ。我感到喉嚨痛，ผมรู้สึกเจ็บคอ。有止痛藥同埋咳水嗎？มียาแก้ปวดกับยาแก้ไอไหมครับ？有止痛藥同埋咳水嗎？มียาแก้ปวดกับยาแก้ไอไหมครับ？而喺練習之前，你只係需要明白呢2句句子裏邊每一個字係點解咁就得噶啦。譬如第一句，我感到喉嚨痛，我就係ผม，感到就係รู้สึก，喉嚨痛呢係เจ็บคอ。有止痛藥同埋咳水嗎？มียาแก้ปวดกับยาแก้ไอไหมครับ？มี係有，ยาแก้ปวด止痛藥，กับ係同埋，ยาแก้ไอ係咳水，咪係嗎，ครับ就係尾音啦。提一提嘅就係，當你開始嘅時候呢，盡量揾啲短嘅句子去背誦嘅，因為短句呢容易啲記嘅意思，同埋你容易啲去重複咁樣練習。咁當你習慣背咗短句一段時間之後呢，先至慢慢將個難度呢增加。第二步呢，你揀嘅短句必須要係你有興趣嘅場景嘅，譬如話你去旅行，連 GPS 都幫你揾唔到嘅目的地，咁你就要學識點樣去問路啦。呢間咖啡店點去啊？ร้านกาแฟนี้ไปยังไงคะร้าน咖啡係 coffee shop， ไปยังไง係點樣去？你只要將ไปยังไง呢個記熟佢，前面嗰個地方你可以轉換去另外一個場景，譬如話係餐廳啦，ร้านอาหารไปยังไงคะ？咁即係話餐廳點去啊？直行轉左見到書店，ตรงไปเลี้ยวซ้ายคุณจะเห็นร้านหนังสือ coffee shop 咧就喺書店嘅對面啦。ร้านกาแฟอยู่ตรงข้ามร้านหนังสือครับ。喺最初嘅時候咧，由於我哋係應付緊問路，所以咧其實係最緊要係記一啲方向，譬如話直行啦，ตรงไป轉左啦，撩晒對面啦，ตรงข้าม，咁直行轉左就係ตรงไป撩晒啦。
至於場景方面，譬如係話 coffee shop 啊，同埋書店咧，我都可以換作 A 同 B。譬如話 A 就喺 B 嘅對面，A you don't come B club。又譬如話我喺你對面啦，ผมอยู่ตรงข้ามคุณครับ。咁你知道ตรงข้าม係對面點解之後咧，你就會容易啲去理解個說話，可以慢慢將嗰啲場景咧放翻喺代入翻 A 同 B 度啦。要留意下就係而家我哋練呢一個嘅短句，最主要係關於問路，所以咧一定要練咗嗰啲方向啊、關鍵字向前向後啊、轉左轉右啊、對面。如果嗰啲場景係唔識嘅，bypass 咗佢，用其他嘅字，譬如 A 同 B 嚟代替，或者用你任何你認識嘅字，甚至乎係英文同中文冇問題嘅。主要就係喺你練習呢啲句子嘅時候，重複打入個腦裏邊，令你可以學到啲關鍵字，背熟咗佢。然之後咧，先至將唔同嘅場景砌翻落去，做成一個完整嘅句子啦。另一個例子，我哋去 shopping 買嘢嘅時候，想問下個 staff 有冇贈品啊？譬如買2件有冇贈品啊？ซื้อ2ตัวมีของแถมไหม？ซื้อ係買，2ตัว係2件，มี係有，ของแถม贈品，咪係嗎？如果你背呢一句嘅時候，你覺得哇少爽到啊，我都好似好難喎，記唔到呢一句呢，主要係問有冇贈品，มีของแถมไหม？所以練短句之前呢，亦都要知道邊度係關鍵字，先解決咗練熟咗個關鍵字，先至去練習短句裏面其他嘅名詞或者係形容詞啦。如果係複雜少少嘅句子呢，亦都係要先揀咗啲關鍵字出嚟練先。舉個例子，如果呢句明天我們一起去吃飯嗎？พรุ่งนี้เราไปกินข้าวกันไหม？假若呢個句子我哋覺得太長嘅話，我哋就只有揀咗個關鍵字ไปกินข้าวกันไหม？去食飯嗎？好似第二句咁樣，今個星期六一齊去睇戲嗎？วันเสาร์นี้ไปดูหนังกันไหม？假若我唔識得講今個星期六，咁就索性 focus 咗喺ไปดูหนังกันไหม？一齊去睇戲好嘛？咁以上例子呢，都係想詳細啲提一提大家練短句，記得一定要揀關鍵字嚟到練習，咁你先至會覺得容易運用嘅。第3步呢，我認為最緊要就係聆聽練習啦。聆聽練習可以隨時聽，同埋可以喺任何環境就你方便選擇你中意聽嘅元素，譬如係啲歌啊，或者啲短句啊，或者甚至乎一套戲啊咁樣。咁呢啲泰文嘅資訊呢，會不停咁打入去你嘅腦裏邊呢，間接咁樣呢，建立咗一個語言嘅環境，令到你學泰文嘅時候呢，你嘅進步速度呢會快好多嘅。聆聽方面呢，我就推薦聽慢嘅泰文歌，咬字好清晰嘅，同埋呢睇一啲叫做處境嘅喜劇。由於網上面嘅資訊呢，同埋我 download 呢啲嘅喜劇啊，同埋呢啲嘅歌呢係有版權，所以呢喺呢度就唔可以提供資料俾大家啦。各位，以上嘅心得呢，令我學泰文嘅時候走少咗好多彎路。如果我嘅經驗可以幫到你嘅話，都請你俾個 like 我，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。多謝大家收睇我呢條片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